今日睇一套珠海交標最高嘅豪宅，原單價咧2萬幾嘅，而家咧推出公底貨，單價只需要15000左右，116平方可以住出150平方嘅感覺。全屋咧贈送你價值數十萬嘅原裝嘅，全屋嘅背景牆咧天花、吊燈以及藝術漆所有嘅吊櫃等等，全屋係贈送嘅。去睇下示範單位，呢個唔係示範單位，係實體嘅交樓標準啊！目前鏡頭見到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。先由門口介紹，呢一個位置係裝甲大門，過返嚟呢，贈送咗入戶花園，都有7個平方。以後我哋自己可以封咗佢，變成一個室內空間嘅。入返嚟呢，所見到嘅全屋嘅背景板全部係交標。我哋頭頂睇下，已經同你做好咗餐廳嘅獨立分區嘅中央空調，以及天花、吊燈，通通都係齊嘅。入返去睇下廚房，你屋企嘅太太一定會相當滿意。唔單止空間相當闊落，呢度隨便擺2門到3門嘅大雪櫃都係冇問題嘅。4件套配備齊全，配埋洗碗機同埋我哋嘅廚師寶。再入返去感受下呢一個客廳嘅開間，客廳開間達到4.6米，116平方可以住出150平方嘅超闊開間。頭頂全屋嘅中央空調都係大金牌嘅，天花、吊燈，以及我哋嘅沙發背景板同埋我哋嘅電視背景牆，以及係電視櫃，通通都係交標。出返嚟呢，露台呢一個位置西南朝向，冇任何嘅遮擋，一望無際嘅遠方景嘅，可以望埋山景，視野係相當靚嘅。而且發展商仲同你做埋封窗嘅設計。入去睇下休息室。呢個戶型嘅交標之高啊 ，Jason 都認為係 No.1 嘅。過返嚟呢，呢一個空間呢，全部已經幫你油晒藝術漆。右手邊第一個客房大概有10個平方，贈送飄窗台，同樣呢，毫無遮擋嘅視野。5到6樓呢，光線都係相當靚嘅啦。呢一個房間呢，已經幫你油好晒所有嘅藝術漆，同時呢，都係中央空調嘅。過返嚟我哋呢一個嘅客房所見到嘅衣櫃、書台、空調、吊櫃，1.5米嘅榻榻米，通通都係交樓標準，簡直帶件衫就可以入嚟入住啦。再過返去呢，其他嘅區域，先睇我哋嘅客廁，客廁個開間呢，都係相當闊落嘅。鏡頭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，同你做好晒3面嘅鏡櫃。出返去左手邊係我哋第3間客房，大概有12個平方。呢個位置已經幫我哋做好咗牆頭嘅背景板、中央空調。所有嘅藝術漆，一面嘅大玻璃窗啊，所以視野同埋光線呢都係相當充足嘅。成個戶型嘅交標用材用料呢都係比較唔錯嘅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左手邊見到嘅係佢嘅套房洗手間，配送嘅係智能馬桶，而呢面呢則係4線嘅到頂大衣櫃啊。再入返嚟呢，就係我哋嘅休息空間啦。嗱，我哋嘅前後背景板。所有嘅位置都油晒藝術漆，做埋天花以及係吊燈，特別係我身後呢一面嘅超大玻璃面啊，所以令到嘅視野同埋光線都係特別精神嘅。成個戶型就睇晒啦。當初賣2萬幾嘅一個豪宅單位，目前嘅公底房呢，只需要15000左左右右，總價100幾萬，你就可以入手呢套116平方，住出150平方嘅感覺啦。20零分鐘去到拱北關口，Jason已經整理晒所有嘅特價單位，有興趣評論區打上666。